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持上新的现场消息。大家关心半暝，那是敢若台南落大雨，引起台南今仔日拢停班停课。另外，这方面这是台中同款嘛是落一阵的大雨，引起到南屯中和里小可有积水的情形。现场上新的情形，赶紧连线给记者江定雄来带来了解。定雄。 好的，主播朱文壮，我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台中南屯区的中和里。从昨天雨势来看呢，其实昨天整个路面，包括水田、水沟的地方都有淹大水的情况。而目前呢，台中市的雨势其实算还小，但是路面呢还是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出现。那目前呢，整个水田还有包含旁边的水沟，雨势呢也都还蛮缓和的，没有到暴涨或是淹水的整个情况哦。依照昨天呢，台中整个雨势对比今天，其实呢，台中今天的雨势相较来说 有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从清晨开始，台中市呢也不断陆续的降下间歇性的大雨。而目前呢，从台中资象站的整个南屯区的雨势来看，目前呢过去10分钟的雨量呢大概是0.5毫米，过去1个小时是2毫米，过去3个小时是达到了30毫米左右哦。那目前呢，台中市的雨势就像你现在镜头所看到呢，其实不算大，但是呢还是会陆续不断的产生这个间歇性的雨势，也提醒民众呢，出门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一下天气的资讯，留意一下气象状况。以上就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多谢定雄。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来关心，拄则讲到台南半暝向强落大雨，雷公四那引起到大水排袂离，仁德地区做大水。早起时市长黄伟德特别来到现场关心灾情，到民众讲甲目屎流、目屎记、目屎干目钱。现场上新的情形，赶紧要继续连线给记者柯奕胜来带来了解。奕胜。 好，观众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呢，就是在台南仁德的中山路上。那么经过昨晚一阵豪大雨肆虐呢，可以看到呢，目前呢，在台南仁德中山路可真的是汪洋一片了。可以看到呢，这个水面上呢，全都是一些漂浮物，包含木板啊、交通锥，全部都是散落在这边。可以看到呢，还有这个警察局的警车呢，也因为这个豪大雨的关系呢，再加上因为中山路淹水，所以呢是导致这个警车抛锚，当场是卡住不动。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中山路的淹水情况呢，这个水深呢一度最深的是到达1个人的这个大腿的高度。虽然水势目前有稍微消退的情况，但是呢，目前呢现场呢又持续在下起的大豪雨，也因此呢就担心这个雨势就一下来呢，水势呢这个水温又会突然变高。 所以呢，可以看到，目前警方呢已经在这个淹水区域是拉起了封锁线，并且呢是进行人车管制。而刚才呢，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人呢，现在也到了这个仁德分驻所来关心灾情。而稍早之前呢，他也来慰问灾民，甚至还有上前慰问灾民的时候，这灾民呢因为每年都饱受淹水之苦，也因此呢是讲到了哭了出来哦。那么可以看到呢，目前现在在台南仁德中山路情况呢。 雨呢是不断的在下来，而积水情况呢也未见有消退的情势。那么以上是我讲情况，我。 好，多谢奕胜。拄则奕胜带咱看到的是仁德地区的部分。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南东区的大东路一栋社区大楼停车场，因为规个做大水，规个车拢淹到水。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要连线给记者孙慧官来带来了解。慧官。 是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台南东区大同路这边的一栋社区的地下室呢，可以看到这边原本该是停车的地方，现在已经是积满了水。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其实几乎已经达到了2/3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看到从停车场的入口要进去这里呢，其实根本已经进不去了，因为这里已经淹满了水，许多民众都相当的无奈，因为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了。我们先来听听当地民众怎么说。4点多啊。 4点多，对，4点多。那你们下来查看是什么状况？就已经开始淹水了，水开始倒灌。今晚这个几台？今晚这几台车？一台哦。剩一台啊。哦，这台有地脚的，有先来开了对啊。对。摩托车就6、7台啊。 民众说，
这一场大雨呢，从今天凌晨的4点多就开始了，而且他们已经发现有倒灌的情况，有些人是比较有警觉心的，因此呢，他们赶快来牵车，把车移到高处去。而目前呢，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里头呢，其实还有一部车受困在里头。不过看得出来，这个情况其实现在根本就无法进去牵车。而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住户他们说，只能等水先抽干净，再来看看要如何善后。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会馆，同款嘛是落大雨做到最画面，这是森林上大雨，离轮也有西里菜园拢浸水，车路四界嘛拢泉水，一寡民众上班上课拢爱撩水过，实在真危险。因为雨落未停，离轮的菜园拢浸入水底，菜园变做水田。另外，种菜人嘛拢要靠无目屎，西里菜园更加害，规个水田变做是水云啊共款，一寡叶啊拢浸入水底。种菜人讲，若是一个出日头，菜一定会烂去。另外，北港车路嘛规个有积水的情形，提醒民众若是行路经过，都要特别细腻，注意安全。搁再来关心台南落大雨，特别是落大雨做大水，永康区的昆山科技大学的科大路，也有隔壁东区的鲁隆路，水淹甲差不多一粒脸啊，遮尔悬。一寡学生也有食头路的人，唔知讲今仔日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大家也搁当要去做事，拢爱撩水过。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桂亚夫来带咱了解。阿夫。好，主播给观众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昆山科技大学大门前的道路天都还没有亮，但是整条马路已经汪洋一片，民众只能涉水而过，水势深度已经达到一个轮胎高，就怕这场雨势下不停。警方一早就拉起封锁线，来听稍早警方的说法。大湾永大这边，然后还有永大国关区那边也都封锁了。对。我们现在还在看找有淹水的地方，然后我们正在做封锁的动作。好的，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不仅大雨不停的下天空，还雷电交加。这个昆大路变成了河流，旁边的小巷弄呢，就像小溪支流一般。那镜头转到隔壁的国道1号裕农路段上面呢，场面更是吓人，因为根本看不出水势的深度，不小心误闯的民众呢，也只能牵着车小心经过。而这场雨呢，一早让有些学生及上班族都还没有收到停班停课的消息，看到这幅景象全都吓到，全都只能涉水而过。好，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交给棚内主播。好，多谢阿夫，赶紧插播，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台北地检署侦办统促党牵涉到政治献金的案件，查到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的后生，牵涉到利用租价值几落百万的货车来用，结果无照规定申报，牵涉公司法。另外，张安乐的后生户头嘛，牵涉到接受中国大陆1000多万的现金。今仔日依照违反政治献金法，也有银行法这的罪嫌，起诉张安乐在内拢总6个人。这是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搁再来关心现主席上新总统串门的现场。指挥这个救灾的这个事宜啊。那另外我也跟我们的台南市的黄市长通过电话了解情况。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随时都会注意，那中央会全力的来提供协助。香港有很多这个人民对受伤失明的状况，甚至经常会有封闭，然后会这几天发生的这些冲突哦，确实让很多世界上关切香港的自由民主发展的人啊感到忧心啊，尤其是昨天这个年轻的医护人员啊的受伤的事情啊，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舍啊。所以我们也希望香港的当局可以跟这个香港的人民能够坐下来沟通能够对话，让这个也能够诚心的来面对香港人民期待自由民主的这个期待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正面的来对应，让香港的整个社会的可以回归稳定。柯文哲市长说您的这个两岸政策是有限的，可是或者之后辣之后，这个辣变成一阵时刻，接受他这样的。这个从我执政以来其实我都以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跟区域的和平稳定
是我们最重要的执政的目标啊。那但是呢，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我们也不能够让台湾的主权一点一滴的流失啊。那所以在中国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啊，作为总统，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站出来讲清楚啊，"一国两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让中国不要误判，让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不要误解啊。那我们采取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啊来面对啊，其实是国际社会啊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那所以这个柯主席吧所做的一些评论确实跟国际社会的对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或者是区域的问题的评价确实落差是蛮大的那柯主席的讲法比如说我的政策是饮鸩止渴其实我们看看现在香港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说他真的用错用语了那我也要说他近来的一些观察都失之偏颇也太以自己为导向。现在那个总统您的民调已经整个超越韩国瑜了，而且已经超越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似乎苹果日报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似乎您上升了，但是党有一些下降，看这个。民调其实有在不同的时间点为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这个调查方法了那当然中间也有这个民调想背后的这一些思考或者想达到的一些目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做参考但整体来讲，我们对我们这个的选情就是明年初的选情大致我们对于不论是总统还是立委，我们都是有信心的。好，谢谢。好，另外这个现场，咱赶紧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今麦上新的讲法。谢谢，该怎么防范接下来的风暴？我们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官网现在被高雄市民灌爆说今天那个是假新闻，好，谢谢，我们已经跟他澄清过，假新闻，好不好？那议员，那就准备开协调会了，好不好？区长你就结束，我们就准备开个协调会，好不好？总之让居民起问。我们除了中路桥以外，还有石安桥，一样的。你把那个照片都拿出来，我们请6合专局出来，我们大家来开一个协调汇报。一起过去看石安桥。好，那再去看，好。我们2个2人进流域，没问题，我们再过去看，我们再去看，好。好，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的是，这个郭台铭的幕僚刘宥彤，会怎样有上新的回应？会决定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吧。这块时间点，郭董跟大家见面，有可能落在9月。我想，因为现在每天其实都有蛮多不同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想我们比较没有办法预测。那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规划，会再向大家报告。那他目前公开露脸的预计粉丝见面会，现在还是在筹办当中。对，还是继续在筹办当中。所以他下个公开露脸场合预计就是这个。也不一定啦。如果就是目前如果有其他适合的活动或者是必要出席的活动的话，我想他也不会逃避啊。那永明基金会安排的公益活动也有可能会参加，这些都是只要是相关于永联安排的公益活动，或者说我们持续在推动的事情，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大概都会发邀请函给创办人，那创办人再来决定他是否会参加。柯文哲强调说一定要选得赢不然会被清算。那郭董这边认为自己参选会有胜算吗？我觉得柯市长的答复或者柯市长的内容可能都尊重柯市长的回答了，因为我们比较不清楚他这前面的假设或者他的论述的所有的内容。郭柯王三方如果有合作空间的话，合作基础又或者是合作的
前提会是什么呢？合作的条件？只要是为中华民国好，为2300万同胞谋福祉，我想郭董事长都会很愿意的去做。现在很多人忧心说，最后可能的结果是蔡政府会得利，这跟郭董当初的论述说要包括下架蔡政府，好像有点违背。我想这些都是预测的事情了，我们对预测的事情就不要太多的想法。团队新请了那个蔡庆瑜小姐，那传言说是要当发言人，是不是代表说郭正颖还是有在为这个选举做准备？真的没有啦，因为其实永林基金会的事情也蛮多的。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从4月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休假，你看每天都需要跟大家来见面哦。那其实说实在，这不是我们应该要完全负责的工作，那只是说媒体朋友还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嘛。那我们有蔡小姐的加入，她可能是加强一些跟媒体之间的互动啊、联系，以及协助基金会的业务。那我想现在谈选举还太早了。郭办这边也有招募一个新的新闻官联络人，那他是不是这边郭办其实有在？那你们不觉得每天都我自己在联络，自己回答问题，自己出来回答，会不会觉得我们蛮可怜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基金会，我觉得配置上应该也算是蛮正常的啊，所以大家不用太多想。对，谢谢。你们不觉得我这样很可怜吗？好像都没有休息。对。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永龄基金会执行长老佑堂上新的讲法。咱拄则嘛听到大家真关心的，就是问到老佑堂讲到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也搁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到底三个人什么时阵会见面？见面敢有进一步的合作？咱接下来要来听的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伊昨昏接受访问时嘛讲到，伊上届支持的就是郭台铭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咱做回来听上新的讲法。原来是这样的，我还是这样，柯文哲还是柯文哲嘛，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对大陆方面会表达善意嘛，但是也不见得说，每一局都要听你的啊，对不对？说是台湾主体性，我们还是要确立嘛，这是我的态度，就这样。中国曾经要你讲什么，你不愿意？不是中国的，就说这样讲吧，不要这样讲，不要说中国的代理人在叫我们讲什么了。我讲真的，作为台湾的主体性，我们还是要注意嘛。就是说，我们不见得每一件说我们会表达善意也可以商量，但是不见得说哇，你每一件要这样讲，我们都要听你的，这不可能。你是建议郭董要舍弃对岸的事业吗？不是的，这个是这样的。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的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他董建华2.0就说这个是一个因为他还是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但同样道理呢，所以说我跟他有地方不一样，就是说我是美日中都可以接受，但是跟美日中都没有瓜葛，因为我又没有财产的。他是美日中都可以接受但是跟3个国家都有很大的瓜葛就是说我那个都有很大的利益在那一边，特别是美国还要投资很大一笔那中国它本来就有很大资产在那，所以这个是他要去怎么去跟社会说明处理不然这个就变成那个打选战最大的罩门嘛。但就算这样，你还是首选是郭吗？自选但就算这样，你首选还是郭吗？首选还是郭吗？没有啦，就是这样，选举是还是个动态的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嘛，他说一样嘛，所以我才在问嘛小英当会怎样？韩国瑜当会怎样？但是很多东西历史的事情是事后才能知道嘛。你在事前，但是我们事前叫 best guess 最佳猜测。这最佳猜测要做一个理智的人类，他们透过他们的论述或者说他们的言行就是言论跟行为，那我们做一个判断嘛。但是这样的很多事情。也许事过境迁，10年、5年后去看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也有可能但是这样嘛，我们还是只能做最佳的猜测。但他赢过，他赢过。但是你的说法更像是借由拉抬郭台铭来拉抬自己。也不会就是我昨天在讲一个笑话呢，就是说，如果柯文哲不选那2党的初选是不是要重办？因为你一开始拿我去当。对照那个叫对比嘛，对，如果我不选你们这2个党的这个初选，不变成笑话一场？像郭台铭赢过英韩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是你的首选？
其实这样的哦，这个叫这个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演过，我讲过，他郭台铭还是很多缺点嘛。不过有些大的小缺点是这样的，比方说会骂部下啦、丢东西啊，这个坦白讲，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在台大当教授也是东骂西骂，大致这样的。所以我是讲嘛能力可以后天训练，就是说这个你不会随便骂人，这我妈妈从小时候就告诫我的。这像我现在就比较不会骂这个什么暴怒啦，这对属下在丢东西暴怒这个，这样就不会嘛，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种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但是有些像我就说这种小缺点，我这种就改正就比较快了。但是那种，比方说哇，你这80万员工在大陆，你这些没有改过来，这个就是大问题耶。这个比较大的个人的一些行为啊，小行为，这个比较容易改。虽然你跟郭台铭说要选。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歌本地上新的回应，继续要来关心昨昏台中落大雨，引起后里三丰路甲中卫西路12路口台电电筒因为伤过小，规个全倒起来，内底有火珠啊，还佫呛乌烟，另外佫有爆炸声音，哔哔哔哔。头尾半点钟附近的民众足袂放心，将其尾台电的人员赶来到现场修理，才恢复正常。电动快爆炸了！外口落大雨，电火条仔顶个佫导火烧起来，唔但看到乌烟，佫听到电的声。哎呦哎呦哎呦！火烧甲愈来愈大，随时拢有可能会爆炸。民众手机摕起来，哪录影哪提醒边仔的人莫挖过去。较闪的你莫多行啦！代志发生伫昨早起9点外，台中后里三丰路甲中卫西路路口，电火条顶的设备可能因为落大雨烧倒去，烧起来时间有30分钟。电筒上面有火花这样子而已。然后就是越来越大，是不是？嘿，对。民众看到随通报给台电，初步检查发现设备甲电线中央因为伤久烧气，加上落大雨，和设备温度伤高，烧度烧起来。设备先在我们系统上解联嘛，所以他先把线路先顺停，然后先把开关切离以后，就很快就把它恢复供电了。好佳在台电人员长电修理10分钟了后，伫10点51分恢复送电。落雨天意外造成设备烧起来，好佳在顺利解决，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像露天赛车，买特别注意安全。来看到花莲玉里镇193管道，礼拜日下晡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赛车载厝内人出门，结果半路强一只流浪狗强撞出来，害伊阵闪袂离，规台车弄到路边的电火条，伊的鼻脏破，因阿姑坐伫咧伊的边仔，头壳弄一个真严重，送病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另外，因老母和2个囡仔坐伫后壁，同款嘛着轻伤。白车好好驶伫路的，煞唔知影什么原因，雄为路边驶，尾啊弄到电火条啊，弄一个副驾驶座查某人头壳去弄到，尾啊重伤救袂倒来。救护车赶到现场，要甲车顶的伤者送去病院急救。这件车祸发生伫花莲玉里的193管道。11号下晡2点外，姓林的驾驶载妈妈、阿姑甲2个囡仔出门，伫经过94公里的时阵，可能向有野狗撞出来，互伊hand道路拍位正平，尾啊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弄一个车头规个拢变形。据车上人描述，疑是散狗造成的自撞路灯。那现场患者有3大2小，因为弄甲真大力，驾驶的鼻当场破气，坐伫副驾驶座阿姑头壳去弄到，伫救护车顶的就无咧喘气啊！坐伫后座的妈妈甲2个囡仔拢受轻伤，送去病院了后无啥要紧。本来一家人欢欢喜喜出门，所为着什么野狗去弄到电火条啊，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的车祸，互家属的心内足艰苦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本来欢欢喜喜讲好运着1万块，结果店员甲伊讲伊无得奖。桃园路德区这个查甫去彩券行开无1000块，扣到2张彩券，一张得100，另外一张得1万。结果店员煞甲伊讲伊干那得100尔尔，店员嘛无录电脑看卖，或者查甫人认为讲有互人侵占的感觉。落尾店头赶紧出面讲，因为迄一天店员的身体无拄好，才会失觉惨。得奖啊！刮刮乐顶的出现同款的图，奖金1万块，欢欢喜喜要去换奖。店员说讲无得奖，互民众的心情变个真歹。嘛，这支彩券行无老实。
他们只说1万块那张没有中奖，他说号码不对。我觉得好像我不跟他问的话，他就跟我说，好像就这件事就没有了一样。桃园路德一个查甫人，进前开无1000块买4张刮刮乐来算，2张得奖，1张得100，1张得1万。查甫人随叫因某去换奖，想袂到店员看一个编好了后，讲干那得100块，另外1张编好唔对，无得奖。因某登去甲查甫人讲，2个人拢感觉无对同。搁一摆登去彩券行，叫店员搁录一摆号码条，店员才甲迄张搁找出来登录一摆，结果真正得1万块。端午节卖到现在是真的没有看过2000块以上的奖项，都是100、200跟未中奖居多。所以这我觉得这真的是昨天那个小姐的一时失误，真的很抱歉，因为这款刮刮乐是真的很少有那么高的奖项。头家解释讲，普通店员会看刮刮乐无共区顶的3个英文字母来判断得奖的金额。不过，迄天店员身体无爽快，目睭火气，佮无按照 SOP 录号码条做确认，才会出包。这一年的身体状况也是我们中奖几率其中之一嘛，这不应该是这样子，工作归工作。刮刮乐得1万块，却因为换奖的流程出包，甲本来欢喜的心情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本来欢喜的心情拢拍歹去，咱台视新闻独家报道，要来看到新北市道民众投诉讲，伊去出名连锁超级市场买一袋苹果要互囡仔食，结果一个冰冰箱了后，过2天拆开，其中一袋5粒的苹果，3粒拢已经漚去。其他的果子店业者嘛讲，可能是因为苹果冰冰箱超过1-2个月已经变质。超级市场接到消息，讲煞来会赶紧来改善。对有名的超级市场买一袋冷果回来，经一粒出来用刀仔切开，规粒冷果拢已经翻乌，根本都袂当食。摸起来都是硬的，没有那种像人家说那个所谓的摔伤啊，就有一种坏掉的感觉。原本民众打算要来做过年，予红牙做副食品。这个月10号，伊到有名的超级市场买一袋冷果了后，先冰伫冰箱，结果过2天甲冷果切开的时阵，发现内底已经烂去，搁翻乌。广告说它的食品是有把关，放心的去买。买回来切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蛮吓人。当然是不敢给小孩子吃的。一袋5粒的冷果，总共60块。想袂到凊彩切3粒拢有问题，互民众的感觉真歹。当初就是因为超级市场特别注重新鲜，才会放心来买，而且冷果外观看起来真好，根本就看不出来有啥物问题。不新鲜的，这应该是放很久了，1-2个月以上了。苹果在冰不止1个月，它可能本身有一些虫害或什么的。建议就不要吃，直接丢掉。因为那个烂掉苹果其实很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就担心会有急性肠胃炎风险。超级市场讲，因有规定，逐工拢爱来做蔬菜水果的检查，但是因为冷果较歹对外观，就看出内底状况。民众若是发现有问题，嘛是会当来退换。嘛强调这是高级的门市的素食，会来加强管理。专家建议民众伫咧拣的时阵，除了唔好拣到伤红，也是外皮裂去的冷果。上好嘛是来摘看卖，听看卖声是毋是有青脆、有重量，代表水分较济。因为外观看不出来，民众只干会当加检查，保障家己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要刷来去台东的海端乡，这几天又有鱼走出来，因为红树林这段路礼拜日，就游客看到大只台湾乌鱼坐伫咧草坡啊，伫咧食古堡乌。迄当时人和鱼相对上，拢去惊到各人走各人的，因为最近不三时看到台湾乌鱼走出来伫咧热趖。林管处嘛呼吁讲，万不利若是看到台湾乌鱼，唔通伤过晚，安尼较妥当。爬山的人轻声细细，镜头对着路边的草仔丛，紧张甲一直伫喊。原来是遐坐着一只体型真大只的台湾乌鱼，当伫食古堡乌。人甲鱼面对面，两边拢无准备，一对着目，鱼袂顾咧食，人嘛唔敢翕，拢总起骹就走。是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直觉说糟糕，是不是熊？所以他说是黑熊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往后退。代志就发生伫咧台东海水乡红石林道。民众敢若差2公尺，就要甲台湾乌鱼问好，惊甲皮皮喘。因为这只乌鱼的体格已经无算是囡仔，差不多有160公分遐尼悬，汉草是有够好，若是掠伊，恐惊无啥物好下场。其实我是真的很害怕，我到现在还很害怕，应该有160公分左右。林管处表示，乌鱼出现的记录比往年是愈来愈接。
尤其7月打有细只蠅狂救，这2个月来，无路的村民连续2摆看到乌蠅伫踅大街，甚至入去嘉明湖内底的山厝去找食的物件。大家拢烦恼，敢讲是生态环境的变化，才会互台湾乌蠅往低海拔来耍。那红石林道跟我们的关山海端哦，这个附近其实一直都是熊经常会出没的热点地区。台东林管处讲，热天的时阵，乌蠅会选择中海拔的所在来找食的物件，可能是因为意外来落山，唔免伤过紧张，但是嘛提醒，若是伤近来摄影会引攻击。建议民众若是看到乌蠅，就要哪制作声响，哪离开，自保才是正确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过来看到哪有人大路唔惊要惊弯影，高雄市一个20多岁查甫人唔知安怎掉入咧真金区一条风火巷，差不多敢若40公分宽，一个大人肩胛头的宽度。这个查甫掉入内底，大声喊救命，啊，佮一直皮皮喘。厝边看伊徛伫咧2层楼悬的插寮，落尾赶紧通报消防人员，甲伊救落来。嘛唔知讲到底是安怎无张持，哪会掉入咧遐？一个人准备头去接的。高雄一个20多岁查甫人徛伫风火巷内底，等伊看到消防人员的时阵，一直咧发失礼。消防人员叫伊倒要紧落来。这个查甫徛伫风火巷，骹下边是搭这个压条啊，因为压条的下边是有2层楼悬，安尼互这个查甫惊甲皮皮喘。你无讲话是我，到咋？徛到9点半。我也在5点半救命！救命！代志是发生伫11个早起，地点伫个高雄的正金。事当时，这个查甫徛伫个敢若有一个人肩胛宽度的风火巷内底，大声咧喊救。附近的厝边啊，听到喊救声，进去甲看，才发现讲伊徛伫个真悬的所在落袂落来，就赶紧敲119来甲救。它位置所在于40公分宽的防火巷内，离地差不多10公尺处，然后它站立在一个差不多这么宽的木条上面而已。然后其实上已经不是很，因为情绪又不是很稳定，所以说我们也怕它掉下来。消防人员用锁啊甲绳扎推，开票2点钟才顺利把这个查甫甲救落来。也若讲这个查甫到底是安怎会徛伫个风火巷内底，这都要都爱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插播上新的画面，赶紧来关心畅水味无注意风影，结果互串流规个看慢去。台东有4个游客去绿岛、火烧岛畅水味，好亲像因为无注意到风影，一时阵变脚头，一挂人也是落水。收到落尾，因为无体力啦，阵啊互这个串流愈看慢愈远，流到真远的所在。海巡人员接到报案了，赶紧出动来救人，该在新2、3时惊到无代志。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香港机场下正慢慢恢复航班起降，也毋过咱桃园机场也是受到牵连，下正有真侪旅客因的行程加减拢有影响到。今仔日算的上少影响到35班的航班拢取消，影响6200个游客。今仔日各大航空公司按算讲会放较大型的飞行机来增加座位，按算今仔日就会当甲全部的旅客拢载煞。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魏依典来带咱了解。依典。受到示威群众史无前例的瘫痪掉整个香港机场，而机场这边呢是一度是取消关闭的状态。那么呢，最新消息是呢，终于在今天早上的大约6点多之后，而机场这边开始陆续恢复起降，也因此呢，现在有不少的旅客呢，其实都是跑到了桃园机场的这个第一航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是国泰航空的这个港龙航空的柜台，他们呢是陆续的在排队，是希望可以赶快的来做一个转签或者是一个改机票的一个动作。那么可以发现到说呢，其实像现在这样子，这个排队的人潮是非常的多，光是要在这边等到这个改票的动作呢，其实就要等了2个多小时。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旅客是受到影响呢？让我们来听一段机场公司稍后的访问。在昨天，我们取消了40个航班，那所有的旅客，包括要从这边出发的，以及从这边中转的，在国泰航空、长荣航空、华航的安排之下，都已经获得妥善的处理。今天我们统计到目前为止，一共有35个航班会取消。那这35个航班里面，除了4班货机之外，入境取消的客机有15班，出境取消的客机有16班。我们预估总共受影响的人数大约是6200个人左右。在我们跟香港机场那边了解了状况之后，以及从航空公司这边得到的讯息，大概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
航班会陆续的恢复比较正常。航空公司在这中间，它也把它的机型放大，增加它的座位数。在今天早上8点钟，我们的应变小组的会议里面，航空公司也告诉我们，他们预计今天可以利用放大机型和增加座位数，来把迟滞的旅客在今天疏运完毕。他通知我是说延误班机9点35分起飞，这样子。然后突然之间啊，那对我来以后，其实才知道，他说其实我应该还是要之前来，因为他们在消化昨天的班机，所以我如果是转机的旅客，其实应该还是要按照你原来的班机的时间来，即使他通知你误点，就是延误，但是你还是要那时候来，因为他们会安排尽可能把那个转机的人尽可能消化掉，这样子。那么统计今天呢，出境的架次一共有16架次是受到影响，而入境的部分呢也有15架次受到影响，而在货机的部分呢，其实也有4个架次受到影响，因此呢，统计下来一共有35个架次都受到影响，一共有6200名的旅客。因此可以发现到呢，其实在这个改票的柜台这边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旅客在排队来等待改票。而机场公司呢也回应说，其实呢他们也已经跟这个各家航空公司来讨论过，未来呢也要采取用这个放大机型增加座位数的方式，希望最快能够在今天能够赶快把旅客疏运完毕。以上是我们在桃机这边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镜头先转给棚内主播。差不多接收到上新的消息，高雄冈山区昆山西港下午差不多7点钟，天空有民众桥倒摆经过，因为饮水伤过深，引起到伊倒车滑落水。事后找到这只倒摆，也毋过即马也未找到人，即马消防人员当日咧专门伫咧找人。现场看到真侪消防队员出动，也有救护车嘛伫咧现场待命。经据了解，冈山区昆山西港遮下午饮水饮到差不多骹头区遮尔悬，有一个36岁姓林的查甫人桥倒摆要去上班。经过遮，一个无细里滑落水煞失踪，即马已经找到伊徛的乌倒摆，也毋过也未找到人。即马相关的单位嘛继续伫咧找人。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赶紧要来关心台中，因为落大雨做大水，要来关心市长卢秀燕即马上新的回应内容。那当然，虽然我们这次前2天因为台中市是刚好处在边缘地区，那属于天气不稳定，所以我们有下豪雨。可是这个豪雨呢，大概都是属于一阵子，不是像台南那种连续下不是像台南连续下。所以呢，我们就是根据它下的区域然后去了解。那譬如说，今天从昨天晚到今天比较多的是大肚跟气象预报是蛮准确，因为气象预报跟我们讲说大肚今天会下的比较多一点。不过呢，大肚地区从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的回报都说他们那边现在情况都还好只有一个地方有涵洞，那个涵洞大概几公尺宽，那有积水的情形。不过他们也很早就警觉到，去把那个涵洞前后去把它封锁起来，让人车不能进入。所以大肚地区今天目前状况也还好。那至于前天晚上到昨天凌晨呢是包括像南屯啦包括太平有一些这个山崩啦，那或者是南屯有一些路面积水。不过当时前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就有赶快的去开一些紧急的像南屯地区有一些开一些紧急的这个出水口然后最下个给呢安内所以到昨天为止，大概水大概都退光了。那不过我们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的市民到现在为止比较没有受困或者是受灾的情形，这点是我们比较庆幸的那当然有时候临时一阵雨，那可能下个1-2个小时或怎么样区域性的下不稳定的下那可能造成大家生活或是交通比较不方便。但是我们也拜托从利奇马台风到今天为止呢，也拜托这个警察单位、消防单位尤其警察单位加强交通的维安。所以到今天早上为止回报，这2-3天以来，那交通单位的回报都说有一些积水或淹水地区呢，他们都有派人去管制人车，那大家也都没有冲到这个水里面的情形，也都还好，那交通也还。跳开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张相片，可能互买上真期待，因为5月天主唱阿信伫咧 IG 画声，希望会当和蔡依林做伙唱歌，买上拢真期待。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
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 Bobby。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先用水枪射水痛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花花不会用，完了，花花可以。大家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节日。今仔日要来跟大家小解节日，就是远，就是代表时间的意思，像讲昨远、下远。另外一个音读做分，还佫有分气的分，意思就是唔知人，像咱讲分别、分气，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下远，嘛会当讲是暗时，嘛会当讲是黑暗的意思。第二个词就是黄昏，这个意思就是讲日头伫要落山。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因为时间一直超袂好势，伊讲伊是下远若无过来，上晚明仔黄昏进前一定会来拜访。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远，另外佫有音读做分，也佫有分，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业界人生要来关心，今年是天桥蔡依林进入业界20周年。有消息讲，伊年底会世界巡回表演，按算为今年到明年详细时间会进一步公布。另外，5月天的主唱阿信嘛，伫咧 IG 发声，希望会当和蔡依林做伙唱歌，互观众拢足期待。去年8月，天后蔡依林出现伫咧5月天主唱阿信的演唱会，两个人互怀疑有伫行的消息愈吵愈烈。加上今年6月伫咧金曲奖顶，蔡依林摕到最佳年度歌曲奖的时阵，佫伫咧舞台顶甲阿信来揽做伙。两个人的人气佫再冲悬，因为这个月11号，阿信伫咧网络留话，讲家己已经传消息予蔡依林，要大家来斗相共，希望两个人会当合作来开唱。结果蔡依林是打出7个月娘的图来回应，互外界看落是雾煞煞。到底两个人的合作是不是有可能？解释就不美啦，为什么要解释？你们自己有那个想象空间啊。就是月亮啊，我有在考虑，然后我有把我的时间表拿出来对一对，再给我几天。希望会当甲阿信来合作。今年嘛是蔡依林出道20周年，外口伫团伊新的巡演就伫咧年底，按算会对2019年来到2020年，这是不是代表就恁会留伫咧台湾陪大家做伙看呢？真的会开演唱会，然后想仔细的日期，等我拍好海报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演唱会时间也是秘密，但是甲阿信互怀疑咧行新闻，不管是真的也是假，拢已经做成话题。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手路菜要来食，这是无掺一滴水的红卡卤味。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 Bobby。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靠故乡的手路菜翻转人生的故事。今年54岁陈文玲，伊捌做过会计，薪水真悬，落尾因为因翁做生意失败，欠离缘，结果上失志的时，户头敢若剩76块银。有一个机会，伊就拿家厝内传承的红壳酱掺入去卤味，送给亲情50来做伴手礼，互人学到家的德志。45岁决定家己创业做头家，研发无掺一滴水的红壳卤味。你好，哇！看板无讲真响目，这间开伫咧巷仔内的店，规早起人客一直来，大家拢是为着因的红壳卤味来的。它昆布它退冰之后哈，它会脱水，变薄变脆，然后里面都是乳汁。外皮卤甲油金的招牌卤鸭翅，外口的皮真软，内底肉嘛真 Q。较细鸡的卤鸡翅口感完全拢无同，鸡皮卤甲真食味，食起来真甘甜。鸡肉嘛真嫩，用喙轻轻蹭，鸡肉甲骨头就水分开。查某人客上爱是这味，有真济加一个红壳鸡肉，卤甲食味，食会着卤汁，趁小食，食落就散开。冰过了后变甲 Q 底底。豆干看起来真普通，不过煞是真有人气的商品。卤过豆干，红壳卤汁为豆干的芳走入去，加落去，佫有汤流出来。三特别做的番姜仔粉，食起来嘛袂讲伤咸。吃了之后还想吃第二根，第二根吃完之后还想吃第三根，手就是感觉摸起来就想要吃那个东西啊。对，它不粘牙，外头会粘牙。不像外面一般市售，它可能有加一些像化学的酱料啊，吃起来就会觉得吃完就觉得嘴巴很干。那这边的话不会，然后就是直接当零食吃都 OK。其实这个好滋味的后壁有一段心酸的故事。陈文玲本来是咧做会计，因翁做生意失败，派加千万的债务，落尾佮顾咧算股票，尾啊两个人行到离婚，离婚的时阵口座内底敢若剩76块。我是带着存折的76块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我只知道我一生的功夫，我觉得我不会饿死。手艺真好的陈文玲，因为一届机会用故乡的红壳来做卤味，结果亲戚朋友拢足学落的，就决定用红壳卤味来创业。想袂到，佮拄着诈骗集团，真无简单，甲人主角欠落来68万的创业基金，拢哄骗了。尾啊，伊个政府贷80万，开始伊卤味的事业。为着互大家卤出来卤味，口味甲品质拢同款，伊佮用3个月时间来建立 SOP。因为我知道我只是家庭的卤法，这个第二次再卤出去，这个味道就一定会变啊。所以后来我自己就关起门来，整整的3个月，不眠不休，几乎一天睡眠只有3个小时。伊的红壳卤味捌入选桃园市10大伴手礼，佮得到劳动部微型企业创业开模的肯定。我是个性是不服输，然后也没有去想过说我有什么困难，每天都有一堆的问题等着我去解决。然后我就不断的超越。面对人生所有难题，陈文玲拢唔惊挑战，用组团的红壳来录故乡的口味，嘛靠卤味甲信心吹回来，互后半世人的人生更加精彩。记者综合报道。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先用水枪射水透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好，不会用。完了，好，可以了。有了，
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姓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刚刚见到你这可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先用水枪射水透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这个好不会用。完了，好，可以了。可以了。有了，招观众朋友。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
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差不多接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云林文山国中因为考虑到落大雨影响，宣布自修课暂停，嘛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若是时段有囡仔读文山国中，都要赶紧去甲囡仔接倒转来。好少伫网底看戏看上尾，新闻上尾要来关心，这是乌克兰一个小所在，当年拢会办山羊仔选美的比赛，主人家家己饲的山羊仔西装打扮个真美丽。这个小所在当讲因为这个活动特别闹热彩彩。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晚你好，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西南风加上海陆风符合作用，豪大雨伴随闪电打雷，台南地区淹水灾情惨重。仁德地区水淹最深，来到了成人的腰部，区公所还有分住所前都沦陷。远警出勤要涉水而过，还有警车抛锚，当地不少店家进水，没有办法做生意。还有驾训班清晨5点就急靠教练回来移车。那么居民一早起来看到外头变成了水城，也无奈的说，这个淹水情况比去年823还要严重。汽车冒险涉水溅起的水花惊人，天亮后台南仁德地区变水城。眼前景象不夸张，马路全变河道，换个方向。枝头巷道也沦陷，停在操场外的机车抵挡不了大水，被冲倒。我到改善就是啊。拢有啊，开电视都无人爱使用水，是要顶偌济水嘞。豪大雨狂炸，来不及宣泄的大水溢满马路，仁德区公所前水淹小腿肚，但还有更严重的，来到仁德分住所周边，已经淹到膝盖、大腿的位置。站在家门前，膝盖以下全泡水，居民好无奈，远景出勤也得涉水而过，分住所更是差一点点就沦陷。开过来一站就去到人，你去做工课啊？
有民众开车开到一半，见苗头不对，赶紧来避难，因为连交流道匝道也全部